大家阿弥陀佛。다들인데 아니 야가르게 계서 딜리 사발이야 아니 시름님 büyük 다 도 스마르다 드리지 돌아야 체내차기 개버서 한번 총으로 디토리아 페베기 아니 다지 다지 파시 다는 신기 라마레 엔다는 신기다 간다 긴드면 나올 수다 다는 신기 다 지기 부담 어머 단대 좀 상으로야 정말这是甚至这是需要今天我们在印度的首都，也就是新德里，能够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来讲说并且听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在最开始，首先我要问候是在座的各位法师们、喇嘛们、僧众们，还有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们，大家好，扎西德勒。아니 상계기 되베 되버더 시베 담배 최대 토마 타스디 야파베 유차대요래 나딘데 아니 야기 장진 투신 조셔요래 세상 아니 더리기 뒤단 뒤체 아니 지 야기 계엄디 다 담배 최근 중공 다 야기 계엄디 타신 개보다 아니 디기 비숨 소베 민주 샤이所以这里呢是释迦牟尼佛讲说或者说传扬出佛陀的正法最主要最开始的地方，也就是圣境这个印度哦。而刚好我们今天又是这个印度的独立日，所以也这样一个机会表达对于印度的一个敬意之外，同时也希望这个印度的国事能够更加的昌盛。大家当给特里下地。넘긴다 저기요 말해 그래서나 지 어느 상계 지 까랑이야 지 까도만 돌이야 지 체내차로지 되지 제 안 다도보동에 야외가 지 대가를 무슨 체내차 다도보도 중요하다 들이 팅타고 있어 차대요 알아 또 이내 야외가 체내차 사디 넘긴기 엔지 진주 케벡 덴주这些要的这个嘛嘞推上么下也对不起这个原因就是啥呢等这些最新的下这个女把子俺让要的为啥呢到底女把的要嘛嘞到一米呢去了爬上人你心具了呀爬上上不着啊切头다 다는 신 제자 수수 최 시도가 많아 강촌의 편도시다 이거를 삼버르게 정도 다 있는지 수수 심규라 파사 삼을 줄 알고 진짜 체도 아니 들으셔야지 那么这一次的可以说课程或者说这样一次的讲经的这样一个课程呢，跟以往一般的我们说演讲或平常的一些开示是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次的课程它是讲解佛经，我们是要在这几天的当中讲解，大家也会听闻到佛陀所说的这样一个经典。这可以说也是我第一次直接讲解一部佛陀的经典，那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讲经这件事情它并不容易，而且我也完全不具备像过去的无论是印度也好藏地的这些论师们，他们对于一部佛经他们那么精辟的甚深的一些解释，我也不具备那样的一个能力。但我只求或许就是借由这样的一次课程，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一个善的种子吧。所以换句话说，我自己也并不具备真正的能力能够讲好这样一部经典，同时也不敢有任何的奢望说这样的课程对于大家能够起到任何的利益。但我希望在这几天当中，
我们自他，我们在心中至少能够种下一个善的种子，这是我的希望。听得清楚吗？有一点听不清楚。我也觉得。那个好像有点回音。对啊。지단기 계획가려야 즉 천년치아디 rewaadi umane ngaranglia rewa shuchimburchi 가르스타는 별이야 땡주 천년치아 마다베 까 천년치아디 공부 슈치야라 제상 안지 표규 남상게 나로려야 계획가려야 천년치아 되지 룩수연도지 야나 진짜이다 간다지 럼룩도 진짜 사도 채통나 삼으로지 되지 엄마는 알아 저와르치 다이네 로고가 만담치 뽑아 닝도다 뽑아 그 만담으로지 니 주로 좀래 안다리 지당 엄마는 알이야 시럽닝부 지 도지죄봐 여러분 도지죄봐 도지죄봐 치료치스니 이제 가시 총수 다이네 도지죄봐 사디 rumbush 다지 망부슈지아래 제자디 초진이 띵사베여지 초진이 지 코라 도코라 첨부지비 인두산에 된듯이 야래야 깔래 하고 요스레 다데 마옴바래야 된듯이 잡토나 이렇게 안들이 시럽닝부디 된듯이 잡토나 야면 로스체 제체베其实呢，我从蛮久以前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哦，能够讲解这样一部佛经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藏地来讲，或者说在藏传佛教当中，大多数会讲说的呢，都是这个论点，很少直接讲说这样一个佛经哦。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这个过去的藏地的藏传佛教并没有这样一个讲经的一个传统，大部分是讲论。所以我也希望或许讲经可以是一次开始，让这个在藏传佛教当中能够开始有这样一种讲经的一个活动。但无论如何，这么想是想了很久，但是呢，还是勇气不够哦，还是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来讲解这个佛经。同时，在蛮久之前，也有一些人希望我能够讲解《金刚经》。但是《金刚经》它真的是太长了，而且它是真的很大部头的一部经典，而且内容呢也是很深，比较深奥的，所以我在想很难一下子就直接讲《金刚经》，或许在未来吧，有一天能够讲解《金刚经》，但我想在这之前可以先讲解的是《心经》。听不清楚啊？听不清楚。其实呢，这次应该是说是，先喝个水。那就先不好。这次讲的这《心经》，其实呢，就是很多人要求我用中文来讲经或者讲法，但是其实呢，这个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很高，一直停留在这个小学5年级的阶段。我曾经去这个国内参观学习，然后那时候一些什么中央的领导他们介绍我的学习程度到哪里，然后呢那时候有关部门呢就
就跟介绍说我的程度到中文程度小学5年级，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一个只有这个小学5年级程度的人要讲经讲法，好像太大胆了。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呢就尽量用中文来讲经，讲这个心经。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了，那些原因就先不要说了，一些秘密的原因。然后呢，这次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心经的关于版本的一些内容。在中文里面呢，就是心经目前有11个，已经有了就是11个翻译的版本。那然而就是现存只有9个版本。在藏文当中呢，则有3种版本。而这些版本基本上都可以归纳为广本和略本2种。然后我们汉地最常见的版本是由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个共有260个字，这个呢是属于略本，而藏文最常见的版本就是有这个智君义士在8世纪的时候所翻译出来的版本。它是属于广本。那么广本和略本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略本的内容呢，只有教理本身，这个部分称为这个正宗分，而广本呢，是在这个正宗分的前面，多加了介绍佛陀宣说这部经典的时空背景和与会人士等等的序分，还有在这个正宗分的后面，然后强调这部经典的功德利益，然后呢，令这部经典能够广大流传的流通分。所以呢，藏文里面这个保存了8位印度论师对于这个心经的注解，然后当中呢最有权威的就是无垢有大师所写的《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释，这就是最权威的或者最公认的一个心经的注解。然后呢，在中文的这个11部心经译本当中呢，有些是属于广本，那有些是属于略本。而在藏文当中呢，最常见的2个版本都是属于广本，但是呢，近期也在这个东煌的地区找到了一个古老的藏文心经，它是属于略本。再来是我们在这个心经的这个我们所讲解的这部心经的名称，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心经课诵里面就有这个东煌石室版那个
法成翻译的，法成法师翻译的。然后呢，这里面呢，就首先呢，就是每一部经典啊，为什么先要讲解每一部经典？为什么都需要取个名字呢？然后呢，这个呢，就是根据《楞伽经》当中呢，就提到了这么一个关键的原因。楞伽经里面说：“若不说于民，世间皆迷幻。未出迷幻故，是故立名也。”这个意思就是说，世间的人呢，为了掌握事物的内涵，因此我们都会习惯取一个名字，特别是在经典的命名上呢，更是能够帮助一般人掌握经典的内涵，明白它到底在说什么。因此，所有的佛经在一开始都会取一个名字，就是因此呢，就是这部经的经名和它的这个内涵呢是相呼应的。在经典的取名的方式上面呢，就有许多不同的做法。比如说，例如呢，在以经典的颂文数量来取名的，再来是用这个作者的名称来取名的，还有呢，用这个声韵学来取名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用它的内容来取名的。所以呢，这部心经呢，是主要是用它的内容来取名的。然后接下来呢是，我想对于这个心经的经名啊，先做个字面上的一个解释，再来就是说说它的内涵。心经的名称，其实大家都还是就应该知道啊。但是心经的名称是由这个8个字组成的，而在梵文当中呢，又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 Hindra。那后面加一个经的话呢，那就可能就般若波罗蜜多 Hindra Sutra。然后呢，这个波的意思是正确，人的意思是了知。波罗蜜多的意思是到彼岸，到彼岸。Hindaya 的意思是心要，也就是精华、精髓的意思。然后呢，以上这每个部分合起来说，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平常呢，我们在就是般若会说成是智慧嘛，但是呢，智慧这个词呢，现在太普遍被使用了啊，所以就容易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混在一起。所以呢，因此呢，这里呢，我们就是使用了一个唐朝的义净三藏法师的一个翻译，他将这个般若2个字翻译成正了知，正确的正了知。这个翻译跟这个藏文的希腊比较接近，然后呢，解释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然后呢，以上都是对于这个经名的字面的一个解释。接下来呢，就是它的经名的内涵做一个解释。首先呢，我们就是正了知当中的这个了知，也就是认知的意思。它包括了3种认知，就是第一个世间的错误认知，
错误的认知。第二个呢，出世间声闻与缘觉的这个认知，以及第三个如来的无上认知，这三种。然后呢，在这里的般若是指当中的最后一种，就是前面两种并不算是究竟的般若。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正的意思，我们说正了知嘛，所以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正是有最胜最好的意思。所以呢，这种认知呢，是不是就是胜过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的其他的认知，所以是无上的认知，指的就是佛的认知。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一切圣者菩萨的这个认知呢，归类在三种认知当中的哪一个呢？这个圣者菩萨的意思就是说登地菩萨的认知登地菩萨的认知呢，其实它可以称为般若，因为它的认知呢相似于如来的认知，所以它可能是归类在第三种认知。那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这里所谓的最殊胜的认知，我们就不用分什么世间的、出世间的，什么那些无上的，就不用分什么，可能就是这里所解释的最殊胜的认知，指的就是证悟空性的智慧。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波罗蜜多的意思。这个意思呢是到彼岸彼岸指的是涅槃而此岸指的是轮回。为什么这里称为这个到彼岸呢？因为它就像是一艘船筏，能够帮助沉浮在轮回大海的众生们前往涅槃大乘的彼岸，因此称为到彼岸，也就是波罗蜜多。然后到彼岸它能够有着，就是它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是能够到达彼岸的工具和已经到达彼岸，这两种就是解释第一个，这个能到彼岸的工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指的就是有学到这个阶段的般若。有学到这个阶段的般若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正在前往成佛道路上的菩萨的般若智慧就是它能够令人到达彼岸，所以它叫做就是能到彼岸。接着呢，已到达的彼岸，已到达的彼岸呢，指的就是佛地。那这时候这里佛地是吧？我就想起那《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可能我好像好像心太乱了。也就是这个最终成佛果位的般若
以上这样的说法呢，是根据乐乘论释，我们的这个中观的，我们说藏传说这个中观自成派跟这个中观叫啥？自序派跟应成派，而这应该是自序跟应成派的这个大师乐乘大师的入中论释的说法啊，就是什么能到彼岸即一到彼岸，这是说法是乐乘法师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呢，就是这里所讲述的般若，是指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但是还有几种事物也可以称为般若，例如这个自性般若、经般若，然后道般若和这个果般若。第一个这个自性般若指的就是空性，第二个经般若指的是阐述空性的大乘经典，也可以称为这个叫做般若，叫做经般若。第三个道般若是指这个圣菩萨中的智慧啊，然后第四个果般若呢是指这个佛陀遍知的智慧。但是呢，以主要的这个般若来说的话呢，一般是指果般若，因为这才是这个究竟圆满的彼岸啊，佛陀的智慧啊，才是究竟圆满的彼岸。而前三个般若呢，也可以被称为是般若，但并不是最究竟的般若，因为还没有到达彼岸。以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还没有到达彼岸，所以它不是究竟的般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是就是出自于这个陈那论释的《般若八千颂精要》里面，他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四个般若，就是自性般若、这个经般若、道般若、果般若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主要是这个讲述的这个般若是指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不是，主要讲述的是果般若，对不起。然后呢，再来是这个译者的见解，就是译者，我们再看大波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然后呢，这部经典是由这个大波国三藏法师管法成从藏文翻译为中文，并且是保存在东皇石窟中的版本。就他就是一个藏族人啊，这个管法成，因为法成法生，管是他的姓名啊，他的就是家族的姓名，法成是他的名字。管法成是一位藏族的译师，是少数精通中文、梵文和藏文的大师。他曾经将像是这个瑜伽师地论大般涅盘经等等论著从中文翻译成藏文，尤其是他所翻译的藏文有西明圆策大师所写的这个解生密经释，更是藏传佛教学者们研究唯识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根据依据。据说他也曾经有翻译过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品的大般若经，从中文翻译到藏文，他曾经有，但是现在好像失传了，是不是？总之呢，他是一位这个极为少见的大学者，所以呢，在明初
学者啊，银雀有一个银雀，是不是？陈寅恪教授呢，曾经就这样评价他呀，说法成大师呢对于吐蕃的这个贡献呢，相当于这个玄奘大师对于中国的付出，所以就是他就是很厉害的啊，反正就是他很厉害啊。然后再来是我们再谈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正说经文啊，正说经文，所以呢，在这里将这个经文呢分为八个部分，这个心经的经文，把它分为8个部分，就是序啊，时间的时就是序啊，再来就是时，然后眷属。再来是因缘，然后再来是问，再来是答，然后最后面2个呢是顺说和随喜，这8个部分。那首先呢是序啊，这里序指的是这部经的第1句话，如是我闻。佛在这个大般涅盘这个大般涅盘经当中啊说过，这个他曾经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解己法藏一切经出，当按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某方某处，分诸4众而说是经，所以每部经典的开头呢，都是这句啊，如是我闻啊，是佛陀制定的，就是说以后啊，就是说你们要，就是说解己啊，这个解己法，经典的时候要前面要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字，是说佛陀制定的一个规矩。所以呢，这里呢，如是就是指的就是此经，啊，听闻此经的这个经典结集者呢，将他所听闻到的内容，就是这样而已。如是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其他多余的部分，啊，并且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记录下来。我就是如是我闻的我呢，则是这个指的是结集者啊，这本人。总之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结集者他自己闻如是经的意思。那在这里的这个我，也就是说这个结集者。然后呢，对于这部经的结集者是谁啊？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呢，这个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只有阿舍利在这个心经的解释当中提到啊，所有般若系的经典结集者都是文殊师利菩萨。而在这个摩诃舍那的这个心经注解当中提到，陈那阿舍利就是陈那论师认为啊，所有般若系经典都是由金刚手菩萨所结集的。还有另外在龙树菩萨著名的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就明确的提到，所有大乘经典都是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和这阿难尊者一起结集。所以这样说是好像就有点。而在这个小品般若经啊，小品般若经当中提到，佛告阿难啊，
我是汝大师，如是我弟子，汝以身口意业，与今现在供养恭敬尊重于我，我灭度后，汝当一世供养恭敬尊重般若蜜多，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所以你就怎么恭敬我，你得以后要恭敬这个般若波罗蜜啊，佛陀嘱咐。还有在这个般若八千颂的这个般若八千颂，这般若八千颂是这个西藏的说法啊，这我们汉传里面并不会说般若八千颂，就是说小品般若经。这个小品般若经的这个第24品与这个29品，也就是我们藏文的这个般若大千颂的第28品和第32品当中呢，佛陀将这个般若经嘱咐给阿难尊者。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解脱军阿舍离呢，解脱军阿舍离就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在藏传佛教认为它是一个般若系的一个，就是一个专家吧，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专家。然后他主张呢，大部分的大乘经典都是由阿难尊者接济往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般若系的一个大师专家了，算是，就是他的名字叫做狮子贤论师，他也是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普遍认为是阿难接济的。但是呢，藏文里面有一个轻便论师，他的一个著作叫做思则业，是不是？思则业当中呢提到声闻不能作为大乘经典的接济者，因为大乘义理并非他们能够理解的，所以呢，就是他对于这个阿难尊者作为大乘经典的接济者这种说法呢，就提出了一个反对可是呢，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理由，而且呢，在这个大法鼓经当中提到这个佛陀释迦牟尼要求迦摄尊者保护大乘经典，而这个迦摄尊者也是曾经指定阿难尊者来负责进行第一次的这个经典接济，所以因此呢，作为同样是声闻的这个阿难尊者呢，也可以作为大乘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接济者，这是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总之呢，就是说来说去呢，就这部经典的接济者是谁至今就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说法。有些人是说是金刚手菩萨，有些人说是阿难尊者，有些人说是这个文殊菩萨。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得要不知道要问谁也许是他们共同结集的话，那可能就是有时候只有出现这个文殊菩萨的名字，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并不就是叫什么代表这个其他的菩萨或者阿难尊者没有参与过，所以这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是我闻，这个闻呢，闻的意思这个闻的意思呢是表示了集结者在集结时所宣说的内容，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单纯的将这个听到的内容如实的说了出来。同时呢，更是在强调接集者是直接听到了这个经文，而不是间接听说的。
如是我闻的如是是指什么呢？就是是从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到这个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之间的一个整部经典的内容。以上是这个8个部分中的我们这个序分或者序。再来呢是提到这个时间呢，这时间呢是一时薄且犯住王舍城，这是什么？鸠峰山中。在这里的这个意识呢，先是意识，意识指出了这件事情所发生的这个时间。这种呢，这里呢就包括两种意思啊。第一个意思是说，由于这部经只被听过一次不会重复的被听闻，因此呢，它有难得的意思在里面不会佛陀可能会说，有意就说佛陀只会说3次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话呢，他只会说3次。然后说3次还不听的话，他身边有一个叫做什么金刚手这样的一位，就有的像佛陀的保镖了。这个佛陀的保镖在他身边如果说佛陀说3次你听不下去记不起来，他就会用那个金刚来打你，金刚杵来打你他的这个金刚杵不是非同小可，这一打下去就可能就没命所以反正就是说，佛陀很重要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事情他会嘱咐3次，他会说3次他不会说第4次然后3次说听不下去，那就4次也没什么用有的写这样。第二个意思是意识代表了这个结集者是很有智慧因为他只是听了那么1次就能全部将它记下来，所以这个也表示他的集结者的一种智慧。同样呢，就是意识也表示了5个圆满当中的10圆满。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所谓的这个10圆满，是指讲说之部法圆满的深妙经典的当下呢，还同时圆满具备了大师圆满、处所圆满和这个眷属圆满，共4者。所以就是它表示了这个10圆满，这个大师、处所、眷属都圆满的这个时间。那这样就意识就把它解释了介绍。再来就是薄浅泛，薄浅泛这个词在了梵文里有很多种意思，所以呢，在古代医师们呢保留它的这个梵音不翻译出它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一多故不翻，它有很多意思，所以就可能就很难翻，所以就把它留下来，它的梵音原音留下来。这里的这个薄浅泛指的佛陀，指的就是佛陀，也就是这个代表了大师圆满，所谓的5圆满当中的大师圆满。薄浅泛又称为出有坏，这个名字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出有坏，这有点奇怪出有坏。然后这个呢，就是一切诸佛呢都是超越了轮回和涅槃两边，所以称为出家的出。然后呢，它又是具足断德和正德2种功德，所以称为有。然后它也是究竟摧坏了这个2障或者4魔，所以称为坏。
啊，这弄不好就佛陀变成坏人啊。因此这个佛陀被称为出有坏，也就是薄伽梵。在藏文里面呢，把这薄伽梵翻译成为中颠颠，中颠就是有刚刚所说的这个什么这些出有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薄伽梵呢，在印度呢被广泛的就是使用啊，说都是有点像是大自在天也叫做薄伽梵，然后就是其他那些诸神都叫做薄伽梵，所以就藏族的医师们后面加了一个字叫做 de 的意思就是超越的意思所以呢就是他超越了世间的这样的一个超越了世间的神的有点意思吧，应该是有这样意思。然后再来是意识这样的就薄伽梵就解释完了。再来就是王舍城，王舍城，王舍城呢是这个我们都好像很多次听说过这个王舍城此处的这个处圆满就是王舍城啊，王舍城指的就是处圆满，就是处。那王舍城呢，就是据说呢，摩羯陀国过去的首都啊，摩羯陀国是这个中印度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国家呗。然后呢，它的这个过去的首都呢，位于这个居士那卢那是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说佛陀涅槃应该是那个地方吧？应该那个地方叫做居士那卢摩羯陀国过去的首都就是居士那卢但是呢，这个首都呢一再的受到非人的影响和导致火灾。然后呢，国王就是最后呢，就是实在忍不住了，然后就说：“这个诏令所有全国人呢，全国人民，全国统治的。”然后这个他说以后呢，谁家里起火那就搬到这个清凉这个寒林旁边去这个盖房子。意思就是你要搬到这个寒林里面去，惩罚吧，应该算是，谁家里起火了要惩罚他，搬到这个寒林里面去。意思就是说这个，所以没想到，就是说完这个之后，就第一个起火的就是国王自己的宫殿，国王自己的宫殿所以呢。他就将这个宫殿搬到这个清凉寒林里面，寒林的旁边，所以此城，因为这样而取名为这个王舍城，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呢，就是《大智度论》里面呢，这个龙树菩萨提到了两种说法。为什么叫做王舍城？王舍城。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主张说，曾经的这个摩羯陀国呢，某一任的国王，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长得很特别，因为他有一个头，两张脸，4只手。当然有很多故事了，就先别说了。反正就他长大之后呢，就是说勇武有力骁勇善战，所以他将把当时的18000个国家的国王都囚禁在这个摩羯陀国的首都当中，然后统治了整个印度，所以因此这个地方就被称王舍城，这也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是，摩羯陀国的过去的首都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时呢，有一位这个广车国王他的父亲是因为这个主张祭祀天神要杀生所以最后呢，整个身体都曲线到了这个地底下。然后呢，这个广车国王呢，
继位的时候就心里想啊，如果我统治在这个地区的话呢，可能就是是有很大的罪过，因为就他的父亲就是可能就是陷入在这个地底下，这个地底下，因为当时这个他的父亲是反对祭祀要杀生嘛，所以呢那些其他的那些出家就是当时也外道的出家诅咒他，然后他的身体就陷入到地底下，所以呢他的孩子继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就我不能住在这个地方，因为就他的父亲陷入到这个地底下啊，所以就应该要搬出去，所以决定迁移首都，所以呢最后就是定都在这个五座山环绕的一个盆地当中，所以并将就这个首都取名为王舍城啊，这就是王舍城的一个故事。再来就是这个灵鹫，就是所谓的灵鹫山或者这个鸠峰山。这里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同时提到了这个王舍城与鸠峰山两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表达出这个圆满，包括这个出家与在家的二种弟子。这王舍城代表着这个俗家的这样的一个住处，然后呢，这个鸠峰山呢是出家的一个住处，所以意思就是当时僧俗二众都聚集在一起，就是他就是这个当时的佛陀说法的时候。然后这座山名为鸠峰山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根据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记载了，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因为这座山的形状啊，如同是一个秃鹫的一个样子，所以呢称为鸠峰山。然后第二种说法是，这个王舍城的南方呢有一座这个狮驼岭，所以呢许多的这个秃鹫呢就都会来到这里呢吃腐食啊，就吃尸体啊，已经腐烂的尸体，然后最后呢就再会回到这座山上，所以称为鸠峰山。然后呢，还有在其他的经论当中有记载啊，其他经论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说是世尊说法的时候，会其他世界的，就是其他的，现在来说的话，就其他的星球的，应该是星球的这些菩萨们都会来这个如同秃鹫一般飞到这座山上，听闻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个般若经，所以此山名为鸠峰山，所以这就是鸠峰山的一个就是一种怎么说啊，渊源故事吧。然后这个呢，就我们是已经说到了这个处圆满，再来是眷属圆满。那眷属呢，这个是于大苾处众及诸菩萨摩诃萨聚。然后呢，在陈那论师的这个《般若八千颂经要》里面说啊，我说有大师眷属正净时，集结为正量，即成故世间净时贤决定，尊正具足己宜，智所说为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师于这个说法时间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在眷属们呢就作为这个法门的证人，才能这个让这个说法者所宣说的这个文字呢是具有可信度。
并且呢能够让这部经典更加的完整。因此呢，这五种圆满里面，这五种圆满就是让具有信心的弟子们能够就是进入此经的之分。为什么就谈到这五种圆满？然后眷属圆满指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个与大必处众及诸菩萨摩诃萨，就是这个句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与大必处众，必处众，这个大必处众，指的就是声闻乘的、声闻缘觉的这个僧众，可能没有缘觉了，声闻乘的这种声闻的这个僧众，应该是缘觉不会过来听佛陀的开示，他有一点傲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必处的意思是指受过具足戒的人，也就是得到了这个佛教出家戒中的最圆满的人。但是这里的大必处，就是不只是说他是必处，他是大必处，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必处都是胖胖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这个特别指的就是开悟的阿罗汉必处，又是必处又是阿罗汉，所以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大必处，就是又是必处又是阿罗汉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接着呢，这个大必处众，这个众字呢，指的就是僧众。一般来说的话，这个集结者，这个就是聚集了4位比丘啊，也可以称为僧众嘛，4位比丘的这个一个团队，也可以称为僧众。但是梵文当中呢，僧伽或者三嘎的意思呢，它有一个不会被外力所分裂的意思，不会被那些外面的力量可以就是可以分裂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和合的意思，就是僧众，它有一个僧伽这个字呢，就有和合的意思。反面来说的话呢，就是它不会被外力所分裂的意思。所以这僧众不是很容易啊，僧众要和合，又不会被那些外力所分裂，我觉得这不是很简单。再来是集诸菩萨摩诃萨具。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菩萨摩诃萨中的这个菩萨呢，是指菩提萨埵。菩提萨埵的简称就是菩萨。那菩提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萨埵就是指勇气或者勇敢的意思。因为这是因为他们是勇敢的追求伟大佛果的人，所以被称为菩提萨埵。然后这里的这个摩诃呢，摩诃有这个广大或者伟大的意思。这个根据《大乘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里面就是提到说，因为这些菩萨们呢，他们呢所关注的是广大的一切众生，然后同时他们还具备了广大的精进伟大的事业等等7种伟大的功德，所以他们可以称为摩诃或者伟大伟大。所以呢，摩诃萨，当然前面我们就是那聚的意思，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嘛，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字
就是聚集在一起，这些大师还有这个与会的眷众都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大的原因就是大的共同的需本能性给搞出来的，第一个这个人，가르던 거였잖아. 안지 가지고 저 최사디 베든这个被因缘什么的，但是표순草嘛，但是这个拿了嘛到，아니 연구 배워 지. 这个알았어. 所以刚刚以上这一段解释当中，可以让我们首先知道这部经，当一部经要被讲说出来，一个法要能讲说出来，它真的是要很多很多的因缘和具备之下才能够讲说的，所以它本身是很难得的。等于就是当然是劝了棍柄对线的，给月新年的年高人对线给过来啥的，今天的，大家光都学不能行的。但今天得到了点呢，那我就年高的棍柄对线给过来。所以透过之前的这样一些介绍，我们了解到说，佛法它真的是很难得的，同时能够医治到一位这个亲近或者寻找到医治到一位老师、一位上师，它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只有这个大师圆满也不行，大师圆满，佛陀是很圆满的，他自身圆满也不够，然后呢，而且他能够说出一个圆满的法也不够。这个与会听众啊，这个听法者需要圆满，听法者不圆满，他自己圆满也没啥用。就好像摆在那边，也没什么用。然后呢，而且听法者圆满，但是时间可能要找到一个刚好的时间，不容易。我们现在都这么忙，大家都很忙所以找不到一个刚好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去听法，这也是很不容易。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大师圆满，这个处所圆满，那处所圆满还 OK， 5星级酒店 OK 吧，应该是比这个灵鹫山比较好一点吧。什么鸠峰山、灵鹫山，我觉得这个可能鸠峰山还好一点。当然。鸠峰山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内外鸠峰山跟内鸠峰山。外鸠峰山就是我们世俗的眼光所看到的，这个鸠峰山就是我们有时候去这8大圣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那么一座山，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内这个鸠峰山呢，是说就是一个庄严的佛国，这个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佛陀跟菩萨才会看到，很漂亮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可惜。但是呢，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这样就是解读或者讲解这部我们前面的这些内容，大家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啊，这听法或者我们就修法就是很难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难得的心来修法，可能需要珍惜，需要一份珍惜的心，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都会错过时间。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说啊，先做好世间的什么那些，我们的这些世间的这些工作啊，以后等自己比较老的时候再去修行。但是这种想法是我不太恰当的，因为这个死亡不会到这个你老的时候才会过来啊，因为有可能明天你会死，或者现在等一下这个课程结束之后你会死掉，当然这个是有一点不吉祥的话了，希望大家不会死了，但是有可能嘛，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啦。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等自己老的时候才去休息，先享受这些世间的荣华富贵。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是有错误的，这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或者很适当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珍惜佛法，有一种难得的心去修行佛法，这样子就马上立刻就是开始学习佛法。以前这个西藏的噶当派的这个大师们有一句话，对我自己来说很有用处的。一切的法，所有的法都是今天要修的法，没有一个是明天要修的，所以是说，所有讲的法都是今天当下要修的，不是说等了明天才会修，或者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时间不会等，是吧？无常，一切都是无常，所以就时间不会等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立刻要修行，一个非常珍惜的去修行。所以前面说的这些什么圆满，有什么好像这不圆满，什么圆满那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触了啊，可能是说应该是对这个修学佛法的时候，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不然的话就学佛很多年，但是没有一种真正的一种感触或者感动，我觉得好像没什么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这个西藏的这个很多的祈请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我在这个垫子上，或者我的这个禅垫上要成佛。他有很多说法了，要现在马上刹那间，然后在这个禅垫上要即生成佛。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也不，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马上动手，不是说这个什么我们说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吧？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说你在等待一个机会，什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以后等待一个机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机会就在你眼前，机会就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马上立刻要修行即生成佛，或者这个立即成佛。当然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呢，就要修什么无量阿僧祇劫，看起来好像很远很长的很长的感觉成佛就是很长很远的一个路。其实呢，它并不是数字来衡量，应该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一下子可能累积无量的功德，
无量的功德，我们可以就是一刹那之间，我们也可以累积无量的功德。所以不是说像无量劫，意思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或者你要数这个数字已经过了一个劫，再过一个劫，就有点像菩萨一直在这数这个数字，不是这个意思。菩萨可以就是一刹那之间可以累积无量的功德，无量阿僧祇劫的功德都可以一刹那间可以累积。所以我觉得不多说了吧，应该就这样吧。所以今天点到为止，然后就我觉得明天，其实那个月藏经的那个应该是后面念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念一遍，谢谢。唱一遍吧，应该是。我悉辛苦习，因为诸众生故，舍己自身乐利法久自然，我牺牲生命为诸病人故，以为病众生临法久自然，我悉为菩提舍财及其子，报相马车乘临法久自然，我悉恭祝佛愿觉其声闻，父母诸师长临法久自然，为闻菩提果阿僧祇，悲受种种苦临法久自然，我修戒律仪常业常清晰，十方佛为真临法久自然，我悉常忍辱忍诸恶众生，为众诸烦恼临法久自然，我悉清净尽坚固常伏他，度脱诸众生临法久自然，我修增解脱无色三摩地，恒沙不可数临法久自然，我悉为般若诸愿欲显理，也
就自然。我须常怜悯，舍己身血肉，既舍身之皆为真法言。我命而众生，以此而承受。安置于三乘真章真法事，我悉知方便，度脱诸恶见。安置于真慧，良于灵不绝。我悉死舍，救度诸众生，灭烦恼惑，令死中救助。我悉除外道，诸恶邪见亡。安置于真如，四中的供养。回向，愿向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愿最朝夕消除世常喜